好，來繼續來看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，在電習會結束了後，後一站要來訪問美國，講這個會面的戰績真受到考驗。另外，鄭麗文今仔日專程去拜會到立法院的前議長王金平，報告到電習會成果。因的副主席蕭旭炎講，鄭麗文路線已經確立。打來要選縣市首長的國民黨的參選人更加有底氣了。不過台北市長蔣萬安回應講，市民的肯定才是上大的底氣。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今日透早拜會前立法院長王金平，報告去中國這樁獲得什麼好處。那希望未來能夠落實，不管是惠台的這些諸多的政策，真的讓我們所有的民眾都能夠感受到和平的紅利。中國轉來了後，鄭麗文閣一擺重申和平紅利，並且留言區嘛就發現巧合的現象。關鍵字紅利較排列留言的民眾較地區分類，台中老線換花蓮民眾引發討論，哪一隻拄啊好？鄭麗文為中國轉來台灣了後，副主席蕭旭炎更加重申，南贏鄭麗文路線已經確立，2026縣市長候選人有更加強的論述底氣。我想市民對於施政的期待以及各方面的肯定，就是我和台北隊持續來努力推動各項施政最大的底氣。年底要選的地方諸侯4兩8千斤，畢竟中國紅利敢會將做底氣，閣有無共款的聲音。鄭麗文後一站趕工準備訪問美國，不過國防特別條例到這陣猶閣卡關，恐驚予美國在咧安排高戰接見會拔卡拔手。支持台灣強化我們的防禦能力是美國的跨黨派的一個期待，不可能有所謂的就是美中之間等距外交。這個到底成績怎麼樣？行程怎麼樣？本來就要經過細膩的思考跟溝通，沒有必要去做政治的臆測。鄭麗文持續布局，無論去中國，或者是去美國，高戰辯會含成果，敢有法度為年底選戰加分，就愛閣看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